后来乡亲啊，明仔载就是公投日咯，提醒咱的乡亲，若要去公投，这个投票三宝一定爱查，才会当来投票哦。因仔、身份证甲投票的通知单，来看咱这个报道。 四大公投案明仔载开始投票，根据中选会资料，有1982万人会当投。公投四案拢爱有495万票，若无就无算通过。中选会提醒民众有5个爱注意的代志。明天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携带国民身份证，还有印章，还有投票的通知。30公尺之内有喧嚷、干扰、劝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的行为。 以避免可能触法而需负起法律的责任。中选会嘛希望民众先决定好要投啥票，投票的速度才会紧，嘛袂当甲公投票提走，相当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再无相关的物件，会要求伊离开，无离开，相当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搁相当罚20万。手机啊嘛袂当查未来，为着要顺利开票，即摆找中华电信合作。董事长谢继武讲，已经准备好势啊。模拟各选务中心同时登打。 包含这个同时登打跟同时列印，那这些相关的规范都是我们事先跟中选会这边研拟出来，可能最尖峰的一个状态。不过，即马也是防疫时间，中选会讲，若是伫咧隔离，或者是当伫咧做检疫，依法规定是袂当来投票的。